来关心天气哦，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。气象署指出讲，台湾目前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水汽较少，各地是拢真湿，佮真热，温度嘛真高。大台北地区、中南部山区，佮有华东冲谷有可能会出现超过36度的高温，各地哦过头嘛可能会落雷公雨。今天在中午过后，预计各地的山区以及西半部比较接近山区的平地，还有大台北地区，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现象。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，今天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。中午过后，这些地方的朋友在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。而到了明天，跟今天相比，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，不过午后雷阵雨整体的雨势的强度比起今天会稍微减小一些些，但是整个下雨的范围是会有些扩张的哦。气象署指出讲，一直到拜五拢是侪云好天，过到部分所在会落雷公雨。也毋过专家嘛预测讲，后礼拜18开始，太平洋高压减弱，会有日首头一波东北季风，北海岸基隆可能会落短暂雨，天气就较无稳定咯。